奋发自强，做好汉，做个好汉子，背丁要自强，热血男子，热星红日光。那个倒立这个行走是3岁开始练习，5岁就可以走，5岁就可以走了。到这个7、8岁的时候就开始练那个慢慢的跑。慢慢的跑。对。那现在是练的是跑了。对，现在就是练的是跑嘛。那有没有说掐过秒，就是说上一下？以前掐过秒，就是发挥好的时候就是30秒以内时间可以跑到60米。可以跑到60米。